老爷50大岁，来了介许多贵客，送来介许多寿礼，是多少个体面，多少个热闹。老夫人，侬真是好福气。是啊，侬真是好福气。红云散花，那真是少见多怪。要不是兵荒马乱，今朝是俺老爷50大寿。我娘家个生意脂肪亲来把手呀，这送来的寿礼们，至少要用年4条官船长到襄阳来，干么才叫真正的热闹嘞？啊，要用年4条官船啊！是啊，这里面的东西是看不清嘞。是啊，这是数不清噻。根本是呀。我放假好夫是天下分明的呀，像我辣娘家的辰光，俺太老爷做船啊，不识别个，单水，单么水至3呀。这许多说他这房子里放个老在，房子里是放个老嘞，放得落。我放假但是厅堂嘛，就有东花厅、西花厅、南木厅、翡翠厅、北厅。老子你，这房子到底有多少多啊？这房子嘛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嘛，倒也不小啦。听到过的事情啊，说是老不远了嘞。王家把牛顶来比赛高，将nhà兰官子啊金兵，在我日子内我娘真知铺路。当一像黄头娘，我总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年，我嫂娘死的我就送过一座珍珠宝塔，珍珠宝塔。千年开的个娘名字，传承灵魂他天成。可如珍珠宝他们在那小家的当中，等谁有机会啊，都出来，不能大家开眼界。谢老夫人，红云姐与
侬去看呢？是。红云姐，红云姐，方便爸爸。红云姐，我家有亲戚来了。亲戚？是啊，就是老夫人实已想念的河南方大爷来了。河南方大爷来了，对我去骂老夫人。哎，红云姐，我还没有讲我呢。老爷吩咐，先请方大爷到兰云堂见过父亲，随后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裳，配起高头大马，再配16里担，随后门上马，前门下马。这是我方家的体面，也是陈家的光彩哦。爸爸，你一人啊，来来来，侬。这就是方大爷啊！爸爸，我会弄错。我怎么会弄错呢？快去禀报老夫人知道啊！哎呀，恭喜老夫人，恭喜老夫人！圆圆啥个喜啦？方大爷来了。哪个方大爷啊？那就是河南的方大爷。我娘看个人你是方阿青来的呀！哎呦呦呦呦呦呦！哎呀，个今朝啦，真是一天之喜啦！我是日呀想呀想，今朝啦，总算把我想上去。哎，红云啊，快快有请！老夫人，方大爷的打扮与众不同哦。看哪个啦？你身上穿的衣裳是一块一块的。哦哟，那啦真是玉安不是金镶哟，可是皇上亲赐我那个八宝衣啦。跟衣架上穿的鞋子，张开之部位亲我。哦，这叫虎头须，也是一件宝嘞。红云啊，快快有请。是。今朝啦，正是那个少妇，少时见了方大爷，看头领赏，少不得每人赏那一只元宝。小老夫人，今朝我真是三生有幸，可以见识老夫人的真女子在。方大爷请啊！我都弄错人多哦，不会弄错哦。老爷吩咐，现在方大爷进宫夫人，准备香汤沐浴，更换衣裳，摆上高头白马，再备16里担，从外门上马，前门下马，见过我家老爷，可是方大的体面，还是真刚的哎呀，老呀，那么侬真是糊涂懂贼呀！既然晓得阿青这样子的狼狈，侬为啥偏偏叫伊今朝家进门？要是不让人家看镜子，还有啥个体面，还有啥个光彩？哎呦，是阿青哦，娘。哦哟，朱姑娘的是日呀想，夜呀想，今朝啦，总算把我想出来。哎，
侬坐动啊！姑娘身上哪有小色的座哎？看侬路远迢迢家来门，哪有不坐之理呢？坐动。此次告诉了。姑娘，要是居位之言，金凤母命，他倒相邀。哦哟，我嫂娘记性真好啦，晓得今朝是俺姑爹扶持他手，叫俺侄儿子不言千里家来，等俺姑爹出手来个啦哦。我嫂娘们是要面子的。他送来的寿礼们，也一定是体体面面，他光光彩彩，让我叫我的孙出来收寿礼去啊！姑娘，要是不知今日是姑的寿日，必配寿礼，问望姑娘见了。做姑娘的们，哪会去叫侬个寿礼来？说动。搿真是穷困斗贼啦，连讨理都没了啦！阿青啊，搿侬吃饭出门嘛，必不得在家；搿侬个新郎嘛，也该打扮个呀。姑娘，你真做母子，莫言的刺激我。家酒不菜，我家不应早为落，半关家在花人会，母子不有起身的，只落得苦受问他。好在，不要再讲我去呀！哦哟，可真是阿弥陀佛啦！介许多个叫我，要是不能人家听见是吗？方家才是早年生，后代为留子不孝顺。你在家贫困谁知道母姑娘过来向娘出丑啊！别人都能上端，就是我那情深无头，你宽安情。这是穷鬼上门做好事，倒不是趁早干他宽心。阿青啊！侬讲吃饭不是等那姑爹做手来个，看侬路远迢迢家来，想必是另有要事了。也来向姑的姑娘问哦，好个，哥们喊你当望堂内表姐也好，哥们想必还有那三嘞，那三么？自家姑娘面前还有啥个我不好讲你？姑娘啊，小的听过3年篇，西藏银湖10余年，要待来山隐士去，真乃是元朗修士上盘
安村，得到襄阳健康本。自家姑娘年纪们为啥要讲假呢？干么侬要多少啦？姑娘不多，怕人300两，300两啊！哦，这真是狮子大开口，人是用分对啦，一开口就有300两哦！阿青啊，搿侬康是长期关好起的呀，有300两银子，怕啥个用上呢？姑娘啊，也把两座路比人，也把两当安家用，也把两我真等啊营长长进这个刚打起来嘛，这300两银子是要的，不多啊！这个银子我们加多少，用上都怕得停当当在啦。怪不得我放假加多一份人家，我都被伊把得加快嘞。阿青啊，那么俺姑娘来什么？这爹爹总该好商量个哦。多谢姑娘。嘿。还不晓得300两银子够不够嘞？绰绰有余。哦，那么阿青啊，俺亲眷们归亲眷，这银子总归要归银子的呀。侬今朝家嫁得起嘛，打算几时个都来帮我还你。但等小生功名成就，立即本领凤凰。那。这一刚两刚刚到哪里去了？哦，自家姑娘面前加点银子嘛，我要撒个礼的嘞。小人失言了。阿青啊，这侬讲女子功名嘛，立即来还拨我。干么侬要是没功名呢？这那不是讲我姑娘讲句扫兴的闲话啦。这功名2个字啊，岂能像30岁之头灭田路？那个容易嘞，姑娘啊，小日贵妇自见在，事情巧比盲目言，派我把娘早晨起，就也陪到轿子言。这代一旦风涌起，平地不要是上青天。玉子气，这不瞒我个陈女子啊！上人道功名本是命啊里的，富贵从来是不拉与人。姑娘虽有再便宜，只怕侬讲究功名忘记心。姑娘啊，气质飘慕小欢心，困守铺摇绿梦真。这都是少年贫困后得知，我慌神儿我放轻。那姑人是与孤人风，侬莫比姑人来比是身。你本是吏部公子在相安，河南人夫皆知名，恰为我事情落难问当时，风骚地来月拉当真。姑娘啊，世上必见千年夫，曾见那有百年贫。莫道我事情落难问当时，快手今晚踏马策皇身。我看是高飞呀！你才能今晚把马
世世上三无天年富，那人间到有万人平。且快那古今多少道数字，潦倒一时最不拉翻身。姑娘我虽不精通那女装饰，我母你想法也懂啊三分。我以爱宽岂不为得错，传情啊，我曾经关靠做来王朝灭，三困关上比娘亲。我母亲一天之妻二家半，四天之内妻一生。放情巧子算一算，我母亲48天苦活命，堂上我双手空空回家去，岂不要问问我是哪娘亲？要得为生，妻难生。家里年婴儿切莫太诚心，姑娘尚有不到此，离别真不要娘啊几分儿。
替姑娘过热情，姑娘啊，今日头亲节考本，明年他必要龙啊门，插在平生临用子，多帮姑娘再备阿青啊，搿侬要去上京关考嘛，做姑娘的哪有不成全侬之理呢？常言道，动起来是国情，我不招引谁呀招引？侄儿侬倘有翻身着，我也转光脸张金。速动速动！看样子今朝家发家是发过门在啦。不对呀，我今朝要是一块等于加倍300两，搿一银子大得起都是用光在，民众们来加600两，后天要来加1000两。哦哟，搿个样子加下去嘛，我陈家搿门家当也要被扒光在。再说挑些田金，总是填不满一个呀，发家。讲我总不能让伊空上水个回去了，搿本来人家刚打起来，总归是讲我姑娘不尽人情。多少加点呗。红衣3块。哎呦，阿青啊，搿侬啦要是早来3天也好，搿迟来3天也好，今朝啦真是不巧你。姑娘早来3日真假？哦，搿侬要早来3天嘛，搿大表里个老师他这是大屋这里个老和尚，伊拉嘛是来护娘的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侬发慈悲，娘步开开。葛么伊拉晓得我姑娘是落床好死的啦，葛么我投其之笔，啥家失落，一想嘛就是300两。搿侬要早来3天嘛，我搿300两发想嘛也好加不侬在。那么是来30呢？哦，搿侬要迟来3天嘛，那姑娘个手做过动作，搿做姑娘个放出去个私房铜钿嘛，也好落落实实个收回来在，搿么也好加不侬个。搿今朝啦，真是吃素碰着一坨，不巧啦是不巧。此次小是告辞了。哎，阿青啊，搿侬啦是路远迢迢赶来的，搿做姑娘无论是也不能让侬空上手个回去的，我就是叮叮当当嘛也要加不侬个。红衣3块，哎，还不多出来啊？来了。那东边1000，3米1单。姑娘，哦，阿青啊，搿1000铜钿嘛，拨侬路上做盘串用的，搿1担米嘛，侬背回去，娘儿子俩嘛，稍稍加吃吃。哦，顺便辣辣嫂娘面前也跟我好言几句，就讲我做姑娘实在是没办法，搿一点点嘛，就想表表我的心意。哦，姑娘，小嫂受此有愧，请姑娘收回。那个我，侬不要？哎哟，阿青啊，做姑娘的算尽家不侬不小，可是侬自家不要，所以讲大起来，就讲我做姑娘不尽诚信。红衣3块，老夫人，伊不要把它拿进去，把米好为几个，铜钿放了门房间里，好当发高呼自个是。好气，好气！
路穷的哪会穷到底，富的哪会富到根。正午上雨翻身热，昆仑也能长天啊顶。先上后代铁不冷，手比苦的老大人啊！那姑爹那个，那姑爹那个，那姑爹，有啥不能讲啊？想当初落奶没问有生气，穷途落魄生啊欢喜。因为我祖母爱在栽培他，后来在一直要进关草啊丁。侬写出事啊？哈？侬到来西窗更贼？是个那姑爹送什么事？干么意思？30个萝卜呀？那姑爹，哼，那姑爹上来嘛就是荣耀虎背个满腹盆菜，个头像西瓜是一时用无啦。可是做姑娘老早就宽正的呀。侬啦，我也不能宽正大哉，侬是狗肚鸡胸一窍不通啦。那，侬个只头啦，也不像冬瓜头嘛，也不像萝卜头，倒像只橄榄头啦。那跟人家来动我呀，个头像橄榄是翻身万难，受落去侬是拿面讨饭。侬还想做官啊？你这是经多世所去长进，你头上早给公阿明，你这是品德端正心德好真为民望爸爸那个心，你这是少年有为立大志，对不为出瓜路出的什么生？如今的在我难翻身，千岁昆仑真能运。我老爷若难事与高官做，侬放心，只好用事分担们。姑娘啊，对他红尘难追，请姑娘你手我之中要留在搿只我出上讲我对他红烛来照后，搿分明是笑我膝下无子，搿背后不靠呀！侬跟我出上，侬拨我听懂，我不早不怎么样，半把年纪照过来噻，我们要做到第一噻，侬个我出上啊！我看侬个忙对比见笑，怎能够对啥嘛？我看侬做起的来有介绍，怎能身穿高帽？我看侬是要关心笑，高须真相做了行好。姑娘眼从了，送啊送我买来推推嘞，弄个名利早知根，穷举更让侬家儿根。姑娘一安手宽正，侬是今生今世难翻身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是非是龙康好处多传承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少嘴病你会出动啊身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6月王我随人兵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王官出国边吉林。侬放清茶与高官做，是非是有了东山石先生。那朝中文史官林皇帝吃烧包家生，东天王宝西下诏，一心要灭侬高北方亲。多等姑娘好教训，小人是我吃口忙，七彩心高死难。哈里去啊？喂，这样，夫妻间那姑爹在，要是衣衫褴褛，须见故地，岂必有失你姑娘的体面？因此不见也罢。好过与子起过，干么能为起个盘错呢？要是既能来，就能取得，不劳姑娘费心。
我啦，快在侬娘个份上，总不能让侬回不到家乡，见不到亲娘。喏，这里有点零散的阿头银子，侬拿得起，可不能取而复返。哼，小事即是眼蒙求切，叫不得你人夫不能银子，当真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从今为我玉官再到襄阳来，不管不听臣妇们。好，从今与你在不管襄阳来，莫怪姑娘不留情，现在进门暂停家，回家进门吞家进。公爷，小的社会要是有了功名义。听懂，你这是头戴乌纱，身穿黄袍，腰系牛轧，子登少许，摇摇花把把把摇摇叠贴进外城王门，明目喝到上瓦门，姑娘我喊我多脸跪在你，再无一杯放弃。姑娘此言，他会可不要与世不仁，哪有反悔之理？好，告辞。哎呦，红云散花！老夫人，我是上气得我头昏脑胀在了。红云啊，快趁几斤檀香来妹妹伊，来穷起兄弟，穷起兄弟哦！哎呀，红云啊，穷人的雨伞保不啦？快叫一种后花园家出去，花园家出去。你司机有家，司机出去吧。这真是不容易呀，早传奇。龙魂千岁被下心。小姐之命，请方大爷吕布。小姐啊，是啊，小姐是神府千金，也算是你方大爷的表姐呀。即是此小万状告你家小姐，生我有事在身，不能久留啊。方大爷，我家小姐来了。还礼，表弟请坐。小弟归心似箭，不劳师受了。啊，方大爷，我家小姐娃娃没有讲完呢。表弟请。不
不知表弟何时到此？今日才到，路上可好？还好。不知举母大人在家，可康健否？托付穷尽。彩萍，快去端茶来。是，不用了。那点心去。谁来用当早日吃饱了。哎呀，母亲啊母亲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常言道，前途桃花一时啊开，此情离别好快啊开。不况我身家身虽放家恩，怎能够宽恕相同情啊你归？君子随应不随从，难怪表弟不满归。表弟呀，曾记当年在河南，青梅竹马两无猜，举母娘当我是亲生，相待更比是母爱。自从我家前襄阳，地家暖薄少往来，平时爹娘常到亲，举母娘的恩德难忘怀，真乃是兵荒马乱路途中，语言心痛十余载，今日难得表弟到，欢说团聚重相会，实在家母应羞在，一言不语须见归呀。姑娘兄家要的好，真备有比就不归。小弟是归心似箭难救，绿表弟莫用多你猜。表弟你不用千里到襄阳，怎能够匆匆而来几回？我母亲啥也不到时，与其亲在离呀来陪啊。小弟离家就出山，昨夜已是腊梅开，有子才华是母年，这夜一门盼儿归。表弟呀，你莫说有子离家20句，你莫说举母娘月年盼儿归，陪我拼命老弟弟，娶妻娶母襄阳来。表弟呀，你留在我家，勤读书，谈等来年父成为呀。表弟呀，我母亲年迈难援引，有否曾经不便来，一片好心的老妻，且待他年再
姐呀，我文堂缺少英门红，家里有无是女儿才，母亲是孤独在家独日间，小弟是横无丧子难飞归，今日师弟十里去，他年父亲来听咱老表弟向故地问好，是小弟告辞了。表弟这一要归，预计也不便强留。彩弟，你去取银子300两，送与方大爷，先走路上应用。是去嘛？小弟有言在先，不就臣服吩咐。小姐，方大爷也不愿请我家老爷，而不随我家银子，这便是我是好啊。表弟他日子不随本分明，空随怎能大家归？表弟路上冲击，臣父之物万难令人。这是预计与表弟准备的上元糕好看菜，好看菜！方大爷吃了上元糕，做的高官步步高。多谢表姐一片心意，使小弟心领了。这是预计托表弟送几句母娘大人的，难道你不曾见预计一片小心吗？这是自小弟真意彩萍，你被方大爷再次捎带，我去上元糕来。小姐，去上元糕，我用你亲自上来，带我去取。彩萍，你知道什么嘞？小姐啊，小姐，一包上元糕有几时嘞？方大爷，他不随神父一分银子，这便是是好啊！方大爷，你此去无暖，路途遥远，你空手而归是是的。我这里有一锭银子，送与方大爷全当路费。这怎么是的？哎呀，这银子非是神父之物，是我开队领赏带来的，你不随，岂非把我当作老夫人一样了吗？请问他的姓名？我是小西同中心风雨，查问我名叫彩萍。姑娘你枉为同妻莲子过如情，不见丫头小彩萍，今日回首大金。
然作了流程。难道是这糕点乃是林子仙操作？难道是吃了会变长生不老的老寿花心？这真是十里姑娘林十女，母女原是一样心。表姐呀，陈梦玲的陈官爹，我本当我证明大为人娘亲，只怕丢失才中途，岂不是没有为表姐一片心？无言难成声，请表弟多心生一猜，他那指定心事终于定心。表弟呀，你既定命不必，望表弟上用到千万要雷声。小姐，方大爷早睡起下了。不知何生再到襄阳，看灯小丽月公阿明，再到襄阳团调情。今日分别老妹妹，但愿相逢两流星。不管你功名人不人，起莫要打断襄阳求上才家可好？家母托付安康，安康就好，安康就好。哦，现在这里不是讲话之处，放本拍马。是公弟，小
小生思母心切，不能久留，盼望故地死才天成呀！一别匆匆10余年，长江去上年年，只为那年年兵来关过东，诸葛云山路盘前，面红衣冠难算心心颜色到此间，啊来来来，跨彩谷地回家去。云色起风百句言，只为离家思亲切，在此坐看渡不眠。离间故地算是醉，思母小人离不闲。铁城，你不远千里来到襄阳，怎么进了姑娘求走？难道是只有你姑娘求没与我故地了吗？故地必是小人目无征兆，这是姑娘。哎呀，铁城，凡是与我故地作主，快随我回去吧。哦，这事竟是乃是故地不测他手，你也该回去向我报仇啊！是此故地在场，待小人报仇。哎呀呀呀呀！起来起来！这里又不是仇道，你怎么才自作仇？放本拍马！故地要我为父，诚难从命。这是为何？方才独生姑娘训教，这是小人放肆地说了一句，有关再到襄阳，副官不到神父。哎呀，天成，知情不从，非同外臣。即使有失言之处嘛，哎，何必当真哦？故地必是小人坚不从命。此国涛三军可得帅，匹夫不可得其子也。君子成应高水松，难怪眼神如满墙。也这样，你去年方成两家亲情深，比同一般不情长。你姑娘自言虚心他，言出万心绿襄阳。我把出马击去扫，从此两家与靠旁。故地一片自人意，快流放情思襄阳。姑娘啊，你枉为同妻莲子骨肉情，不解故地心意长。常言道，公瑾不是聪明好，想起了蓝云堂上姑娘，今日里我实在故地回家去，只空手起风浪。故地呀，深情厚意我心记下，小人是有关之人艰苦娘。曾个有子不能相强，可是故地怎能让你空手回去？放本，你快回去整理营帐筹码，都去王姬送燕人回去。且慢，
小的早有誓言，不就臣服分分。哎呀，先生，你我姑娘都去，哎，怎么连我姑弟也才起来呀？是啊，怎么能够连你姑弟也才起来呀？本王姑弟圣贤，老爷，方家正与这丹顶同庙，你不早迎，谁来早迎啊？方本，我死于逃离。啊，先生，我有一子同朋，姑弟何事？不知你母亲可曾与你定亲？尚未定亲。哦，尚未定亲？哎呀，天才呀！我身为公卿，为贤贵，可惜是别官子弟下，我要将小女终身许，配与言人可相当。姑弟此言差矣。小的胸部立着地，大发老母随分堂，还呀凤凰难匹配，禀赋原是不相当。姑弟修得来清虚，自空愁不红啊妆。此官标记终身事，万顷城中30两。言什么用？再开始先听姑弟去家访，想姑弟当年流落湖南地，现代美文苦难当。差比你做不临安台，我也有京城好风光。如今是方家只有你丹顶子，姑弟我年一半不负二郎，两家岂能分彼此？姑弟当年亲生娘，我有心谢你做东厂，人什么不得与门当？姑弟在梦姑弟许婚姻，丝丝欢喜心上凉。我是比得高堂老母名，岂能留此在他乡自当？姑弟不是你的尊长吗？哎呀，是啊，今生我姑弟亲口许，你回家比我有何妨？许应平里，本来我囊中空空无分文，况且这8年他是许承宗，中间还少一美人。不难，实实凭你嘛，看你高中之后慢慢过来。
我还是第一次做媒臣你。此次小侄捐钱答应就是。既是答应亲事，还是什么权切而事哦？小主人，还不赶快接过你岳父他人？此次岳父大人在上，小侄小婿拜见。也许起来，放本快来见过姑爷，见过姑爷，放本拍马。是不的，姑娘家里我是不去的。小婿早有誓言，月官再到襄阳，副官不到神父。天时不早，小婿就此拜别。天许。记下了，岳母请回。小主人，替老奴再送你一程。老人家天昏地冻，不劳远送。小主人，你要保重啊！也许一路顺风，早返家乡。岳母请回。
敬老纪，这官殿乃是陈家物，我宁可不是自不依。哪里走？留下买路前来！我乃平安之臣，哪里来的买路钱呐？包裹里什么东西？包裹里那些包关电信。还要我亲自同心不成？待我这与你光坤休事了。拿来！谁知我曾用气度半生恩义，今从关你两太笑，如今他深情后已难得报。故地呀，可
去摘几枝梅花嘞，你去摘是。他哪里
曾经水东苦伶仃，屋子里生不同去，心里去他那里回望襄阳大官身，但愿他一路平安返家门，太平身早饭儿啦，查了，儿啦，快把我家的那座珍珠宝塔取来。小姐，这珍珠塔不是放在包包箱里吗？你怎么放外了？不在包包箱里。哦，那一定在老夫人那里了。彩萍，快去蓝云堂将珠塔取来。是不？也不在母亲那里。那珠塔也在哪里呢？弟弟是在3日之前，女儿已将珍珠宝塔送与表弟了。哎呀，不好！实在为父到天堂，结义还子把他当，明知传人大欺人，与我家一般不良良，看不过什么？长期长同老之间同心计，同心计乃是女儿亲事情。果说是我家之法，弟弟，这是他落在何人之手？落在那强生之手，落在强生之手。女儿，切莫悲伤，下次为父把我当他之臣送过9盘，彩萍好好伺候小姐。是宋老爷。小姐，真是今天夫妻霹雳相记得我半边穿心隔断上三季临兵西定，只盼你杨柳青青到襄阳如今是他以为成长记得我相会并泪两行。表弟呀，即使你一朝杀身后，也难免东外谁关照。何况是银囊配起无分文，空岁怎能返家乡？哎呀，表弟啊，是今是吉凶
举不西推香，但愿是天下也与相同的，但愿是刀口有时出神掌，但愿是自他一生表弟去变作靠本上，今这是他分明是缘分，岂能空作非比相？表弟呀，你身上有上无端，岂不是方家就此街上香？举送庭前空虚魂，美梦姻缘难人伤。想不到我生他为好翻身后来表弟一恩中天把命丧。今你从未收留到我手，凡事催我天寿长。莫非你远走千里把实夸，又为从托返襄阳？莫非你南沙归国救自己，中途逃偷为我帮？哎呀，莫非娘10余年听不懂襄阳话，天生一副贴心肠？莫非娘送父弃兵呀，表弟你与我母亲心一样？你为我张龙作呀不为我恨不得参与自他了恰子当年朝夕相思，这一算至襄阳地面，兵大人算至襄阳地面。我听得襄阳道。
生多学，立人要有2救之要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官孙改着名州，就在前面帮我，不准惊动地方，不准周雷风声，是有为在从着多少？说起准备，以谋虎英勇不平。是。襄阳啊，襄阳，今日从里，怎不叫声错尽神情呐？相敬的传公的归在鳌头，玉璧青殿插地方，无论心间生生母，安在无恙前心房，关若无情绪儿女配婚姻，千里送迎为我娘，结表记落秋，平间曾知他，深深相待心一场。老房本与小彩屏，西中宋太我更难忘。此代我代天行上故乡阳，我不免有关该拜父官阳。往事旧小不必讲，唐山姑娘不变样，莫怪我一笑万丈秋一样长。丁大人与故作反，唐进老婆一概起来，此次更记是非。哦哟，他今小寡个，可连镜头都不拿当团在。老夫人，我让方大爷来在。哈？我让方大爷来在。方阿青来在呀？可哪块有个光景事务啦？一见大不相同。难道一组织过来？哎，做了官嘞！哈？一是前面做饭，后面雨过，蹦蹦蹦，做了3品头啦！哈，做了3品头啦！我啦，早些老多个啦，我放假祖上记得，我少娘教子有方，晚上老糊涂，龙眼失宝啦！哎，红云啊，可以是吩咐俺上你晚上的内定盘中啊！我看啊，是吩咐俺上，可哪一上你，更是上哪一道你？老夫人，能不猜看？小丫头，还要老夫人猜看嘞。可桃台当中嘛，要算大兵个顶头，兵白道，不是，多2道啊，不是，哦，严如道，更加不是嘞。哦，这一定是师傅道懂嘞。老夫人，侬是要猜不对嘞。可
究竟啥个道理？你是农夫的，农夫道？不对呀，这江西嘛只有农夫山，哪里来的农夫道呢？老夫人，你是做了农夫山上的道观者。道观？这难道伊出家啦？出家不晓得，只听伊对道貌，身穿道袍，水铺一只帽子洞，外两只帽子板，这只蹦蹦这张，这只蹦蹦最高舞，唱支道情者。我啦，早就料到的啦。我放假主张缺德，上出各种各个没台之身啊！这老糊涂，偏偏把我个宝贝阿囡许配给各种各个穷鬼。干么现在人呢？就在外面，帮我叫伊进来。是慢，就是我有情。是。会以为有个张面孔来见我啦，气死我！真正气死我！方大爷，请啊！姑娘在上，小生风情拜见。多闻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姑娘在上，小生风情拜见。哦哟，我倒是哪里来个蓬莱道长？哦，原来送个这你是方宝贝来这样。红云山跨，哪两个死糊涂呀？这人也不当，地也不少，这岂不是要帮娃子放大一个数毛，龙恶草放了一个红袍？姑娘姑孙，求心必改。阿青啊，侬请坐，请坐啊。姑娘在上，那有小生的错哎。这有话要问问，侬只管说动。此告诉了。那红云山跨，哪两个死糊涂啦？这方大爷来了嘛，也不晓得早来通报个。这也好让老夫人头顶香盘，出话快走。这现在关起来事嘛，岂不是又要把人家讲我是从夫妻平啊？阿青啊，这姑娘要是有啥个不道之处，侬千万不要见挂啊！姑娘言从了。喂，不对呀！搿只龌龊上去年来个辰光，一副穷相，颗粒大小。搿今朝家来是红光满面，最远最香，搿所有所香。红云上快，老夫人，搿伊去年来个辰光，出自大爷，说有关再到襄阳，无关福建姑娘个。搿伊今朝家来是，判断啥个道理懂啦？老夫人，你怎么讲无腔呀？哎，要小心点，小心点哦。常言道，要知心中事，但听口中言。让我仔仔细细家去盘问你一番。阿青哦，姑娘。
啊！老夫人，俺我是侬讲过呀。我看侬是对望远远送啊更好，定能对对无纱帽，侬是资源富的完颜笑，特调无数我爱相标，小日是家满头皮皆有效，怎能头戴乌纱帽？我看侬是一时间家生啊得好，定能身穿大红袍，侬是三品五品完颜笑，特调红袍我爱自袍，小日是足见地有见高，怎能身穿大红袍？我看侬是三思秀来个罗环家坐等高须半当朝，小日是如是家刚谁有笑，高须正香坐上朝，姑娘我已想把告，我命里不管休去呀笑。阿青啊，看侬遇怪没怪哦，还想我的姑娘可上眼睛。哎呀，主管者，主管者，红英啊，快点吩咐了去，户厅把剧快点放大爷。拜见方大爷。哦呦呦，跑得变得好快呀！姑娘，哎呀，姑娘啊！小日是命运贵，望有不顾同情谁？荣华富贵无闻，名落深山万年回。我只得一曲陶情到此唱，自满一日走天云。这屋里路米布，就像你来在。阿青啊，干么侬是没做官咯？我有做过。干侬没做官吗？到襄阳来做啥？姑娘啊，小日不管心有愧，怎管再到襄阳来？不知为么路女本性张铁口，她是我们一夕定能面山在。小灯苦，大灯苦，官用行通山色在。好过，这算盘都当个司机个啦。老夫人，影响小姐完婚的呀。可啦，叫穷心离态，实心高中。阿青啊，干么侬当真没做官？当真没有做过，古然没功名，果然没有功名啊！干侬没做官嘛？姑娘辣辣户厅把酒，搿岂不是便是取笑侬哉？小的早色不管当啊！三花老夫人，吩咐了去，户厅拆去酒菜，等方大爷明年高中子再吃。这我是啥小东西汗毛淋淋打来，有啥好笑啊？我的小女姑娘啊，笑我姑娘做啥？小日的话我没有讲完呢。哦，侬
还没讲完啊，干么侬再讲了去啊？那实在之言嘛，乃是张铁奎所讲，小人们岂为轻易听信啊？因此，我非要有了功名才来怀婚，这叫做大等空之会，小等哭啊！搿只我这上或真或假，搿非要整个组织过了。阿青啊，搿听侬搿样子个讲来嘛，侬还是组织惯了啦。一股小小的光啊！哎呀，说对了，哦，说多数多数。阿青啊，搿侬拉一定组织个大官嘞，大官，哪，搿自家姑娘面前嘛，为啥还要瞒骗你？姑娘用兵，侬数了一趟，数了一趟。面容是命理相近，不愿千里后知情。独生姑娘好教训，立志奋发救公阿民。不应中途与他道，强取宝囊难杀心。直到命上已相连，才知道么这次逢生与救星。来了江西必用险，大救小人上京啊城。过于多哦！哎，阿青啊，侬吃茶，吃茶哦。搿茶道吃了起在，主管不主管，还不晓得打嘞。哎，阿青啊，搿么？后来，姑娘请听，礼部称为二月里，马的大鞭行花城，七篇文章山上笔。经典才路昌兴阿明，天子门生三定家。长远界的巅峰啊，亲！哎呀，恭喜十儿子，好喜十儿子啊！十儿子啊，我听那姑爹里东讲呀，搿团明长远是要有家3日来穷林赴宴的呀！是啊，新今是300名，纷纷齐出无少门。御花园中摆酒宴，想不到我百年兵也去赴中阿陵。哎呀，阿青啊，朱姑娘的这个同侬讲闲话，忘记他把我个长员公接风姐，黄云上花。哎，老夫人，军人为的把好动啊！老夫人，侬不是养夫要了吗？呀，是我对啦，好少准备上好个酒过，款待上员公。上员公，是呀，是。阿青啊，姑娘是越想我越会出山，可越想我越会做官啦。哦，我赶快叫那姑爹一马追到举松亭。哎呀，搿只老糊涂啦，一碗不肯来，我是没办法哦，叫个方本老总管压得起个啦。乃么好在好在，乃么侬组织过来，来，同姑娘一道互听永驻，互听永驻。呀，姑娘，小子的话我还没有讲完呢。啊，侬还没讲完啊？干么侬再讲了去呀？姑娘，请听。
承蒙昔日精神上，同饮于此酒赛牙珍，走说手当今日。不言乱语马大神，天子闻声龙啊烟怒。阿青啊，搿侬是唱子何在？是啊，将帮亲隔着还乡为是命，因此我放亲还是求放亲啊！没奈我流落江湖唱到尽。讲子半天，还是个为什吧？搿侬到，搿桩事情还不好随随便便打来，不伊搿能一些主管，一些不主管，弄得我老太婆是昏头昏脑在啦。嘿，我倒不是叫伊唱乐曲道情，试试伊个真假。阿青啊，跟我看侬虽拿雨过肩拜，跟侬到真的会唱道情在。是啊，跟侬到唱乐曲，把姑娘听听看呢。姑娘要听陶情，小日总管献丑啊。不妨事，不妨事，唱得好，姑娘从容有赏；唱得不好，做姑娘的也不会来见挂侬的。姑娘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是此小日献丑了。我老早身上之耳朵来等侬唱在。这雨过一桥，可以唤醒世间名利康。这肩膀一笑，可以提醒苦海梦中尘。好好好，听家庭，听家庭，那么明白懂在。要是没学过一年半载，哪里会得唱得嘎个有板有眼？我出生，可想拔出来在。我要叫个老糊涂出来看看一个宝贝女婿。来人啊，请老爷出堂。跑。哎，今天是你请我来的哟。是的，是我请侬来的，请侬来看看侬一母再到举送的免续终身的宝贝女婿。哎呦，是也是有了。这真是牛毛当园区，蓝铜当黄金啦！老糊涂啊！今朝请侬出来看看侬个宝贝女婿，如今学得一身好本领，会唱到家妙巧，请侬出来听听哦。哎，陶琴有什么好听的？不听陶琴，且行家常。今朝个道情啊，非听不可。哦，你一定要听，一定要听。好，那么也许你就与我大胆地唱来。是，那么侬好唱嘞？离过年，越过小苏情，生病困，救功名，出师保地返乡境啊。
都看他不起你。我听得懂个，用不着侬来解释，侬把我说懂。也许，那么后来你到来定了情，穷说尽成了富贵人。落魄风香为家转啊，他是忙为了一家人啊。不言少，头顶相关贵人，十里定啊，我也没笑这素情啊。可叹世间万语诉情少，只剩一山不成情。啊，夫人唱得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，那么也许你就再唱一曲。慢慢讲，我非要听这。你不要听，我要听。也许再唱一曲。叹人生是离情，我如今呀当决定，启禀爱父亲不仁，是离子成杀不恨。好在，算侬会唱曲道人，就好来说蒙侬姑娘在。要是侬做主管，可还了得？啊，也许你妄图空门之术，立你为先，只能冒犯挣扎，顶场姑娘，真是荒唐啊！荒唐！老糊涂，这两句闲话还算中听啊，也许还不快去向有谋大臣赔礼？慢慢讲。老糊涂啊！侬真的要拿宝贝阿嬷许配给搿种介个穷鬼呀？哦哟，搿岂不是好鱼落荒郊，好货出在牛粪上栽？老夫人今年已经把合同在，好在上在下在，上院一边拉头牛在，还缺啥个逃命罪啊？你呀，你真是牛眼不识宝哦！龙龙眼，龙龙眼识宝，识得搿样子的活宝。女婿唱道人，阿侬做道士部，侬跟了后面算算同的。也许机遇到来，就该接着完婚。老糊涂啊！侬今朝非与我退掉搿门穷亲，我是不会同侬关系的。怎么？你还要退亲？一定要退，不退？侬不退，侬不退，我得侬拼灾！老爷，丁老爷，门外来了中军骑马等人，实是前来迎接切身请问大人。去，哪里来个七上新王大人？太轻嘛，可以太了，要拼嘛，也好拼了。哎呦，老爷老爷，侬也不要再说笑话了。侬同我真会看不起我娘家点点青青的侄儿子啊！当初我是怕伊得不到功名，用
就讲法就这个啦。此子你不退了，不退个，也不平了。哦哟，老夫老妻晚上撒个好气呢。好，那你从前有我才行。倘测也许有过，你蛤蟆都连头顶香哎哟，老爷，侬啊不要再称呼当起来，侬啊还是快点进去换换衣裳，做侬个上人老头去。放奔，快来人啊！上果灯结彩，下红砖铺地。今朝我娘家滴滴清清的出儿子，要等我个宝贝阿囡完婚再。有啥好笑？今朝小家完婚，还不快去做事？我们还要换换衣裳，老老面皮，做我个上